欢迎收看《后上海上公》，有发开打工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土司中阿中古乡下的老后生人大在鼓了。大概四台就有新的词汇会出现，呢条词汇咪代表几只四台人嘅想法。思维韩国成法嘅态度，接上呢度嘅流行用语，因为出现到当家，又本人影响到深刻，影响到动态，故所啲成法度咪接用得到，咁咪邀請到6個後生人老大家鄉下來分享，對佢哋來講咧，最代表記得嘅時行用語係乜嘢了？掌聲歡迎！之前老大家小記到，根本歡迎了阿燕子。大家好，我係大家看到我嚟都想愛個認真到獎嘅燕子。來兩邊就有1、2、3、4、5、6個反對代表。哎呦，唔要講實在呢。我咪都唔掉講，哎呦，燕子還有韓姐，好。第一張啦，上嚟到阿林蓉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傅聰聰下講傻嘢，冇事傻爆眼嘅林蓉。冇錯。好，第三張老大小記到係阿路易。嗨，大家好，我係東江聽到後生人，故所咧上人聽到時代嘅阿路易。哎呦，因為講這個講出來，騙人講法，這個一句話就談唔成。哇！係啊，真勁。等下等大家來分享，看下咧，這個要談嘅時候要激到，要激上，好唔好？第四啦，老大家小記到阿基賢。哎，大家好，我係不論乜嘅時節主動好講，好笑嘅基賢咧。笑哎呀，笑哎呀，用錯啊，哎呦，用到天嚟。用糖起來結講，糖起來用糖也乖乖，有的尿笑笑，哎呦，講嚟面的問題。第三個就阿美倫。大家好，我係青島啊，陪你用華言流行用語來讓人講法嘅議論，千萬唔好按你讓人講法啊！華音做唔得咯，這種諧音用詞做唔得啊。是做嘛唔好好講係嘛？係啊，跟住見佢來兩做嘛嘅，跟住係好多人。唔係要點樣將英文呢個詞嚟做習慣？哎呦 international 好簡單。好，最尾啊，這個就阿美儀。大家好，我係教書本後生嘅講很解嘅比喻。後生嘅嘛，韓國有什麼咪按嚟講？而家唔得攞嚟當面講。佢大概年代、大概時代就設計嘅時行法，像你細漢家下一定要動到設計，幾隻時代將談嘅設計法。阿路易先來分享下，你細漢家下有談過那條時行用語哦。我過小嘅時節，大家如果教鄉下咩？教鄉下就要嚴格，嚴格就講，我要同老師講佢欺負我，我要同老師講佢做乜嘅，佢做乜就會按我講，還會講我要讓你切八段。我切了，我切了，我切了。他會幫你切的。最好講假的。對，我最近要切咯，我應得。還有個罵人嘅時節，不過，你懂出名誒，出馬桶第一名。還有燕子，你好可愛哦，可憐沒人愛。那個罵人罵鐵，我鄙視你嘅時節就講，哦，燕子對不起，行個禮，放個臭屁送給你。過小嘅時節如果按用型，韓國還會講嘅流行話講東講。還有個小姐，別生氣，明天帶你去看戲，看什麼戲？看你爸爸流鼻涕。還有韓語哦，剃光頭。你們那個用呢？年代感出來了。你等下念說吼，你阿新妹唔是做嘅，我哋念當場，真係當場。韓國你阿記念睇，等下現在假使有20歲，像念鳳吼，才剛20歲嘛，就很秋嘛哈。然後你講，你是不是念就唐詩？你會被他笑。哦，做唔得。不做你做唔得講嘅啦。阿美倫來表現。佢下做乜藝？就係你啦，你細漢家下嘛，咁樣做開眼啲。誒，你韓式嘅時，其實咩正言啊，當到嘅流行用語啊，嗬，我談到，大家有看過小玉西瓜嘛？小玉西瓜，講一3年很用嘅，滿腦子黃色思想。係做咩做啲小玉西瓜？係要唱乜嘅？什麼嘅熱時來嘅時節，會講要用嘅乜嘅蘋果麵包。有冇？
讲。莫来搞，中年的啊，做比神年，我唐阿婆讲咧。还有讲亚生人懂无水准，阿婆都俩喊油。你看亚生人就讲亚生人懂潜水艇啊，讲以前的懂潜水艇，嘛意思就讲无水准，没水准啊，讲阿婆有阿婆懂也没有用，水准懂得。对啊，那青岛看已经讲还是懂排水，去搞懂对哦，路。一看就发全部就会破布棍做了，干嘛？听到林迪啊，他昨天才去我们那个南院呐，就是故宫南院，里边有站拉的，叶正来啊，那就全部就会死夫发了呢。誒嘛嘅佢衝下嘛嘅 LKK 啊，就佢都用嘅，就係記啦，就講到記啦。咁個講正經啊，嘅連中撈係啦，你分享一下好冇？冇強人嘅提風，冇強人嘅 voice 吼，所以誰世界到國小嘅誰來而是會讓尬，是會講嘛嘅幼稚加3級啦。啊，你過分加4級啦，漂亮加5級，你憑什麼加6級？起尬頭。客語能力認證中高級啊！第四節冇兩記哦，第四節要考試咩？好啦，韓國美語講嘛嘅，該用西動衝下講嘛嘅，為嘛嘅世界，大家是會講嘛嘅。因為係啊，為愛所以愛。好咧，還有嘛嘅？我下去愛敷半嘅，嘿，做唔得。我兩個衝去50夫啊！你根本就係講你點樣衝嘛嘅講。唔是嘛嘅，是因為該用是同意係嘛嘅偶像劇該流行起來，韓國還有嘛嘅呢，是係該衝下愛會。講解動秋，唔係動秋，為盲人講念秋誒，我成日之間是會講，因為大家總愛想秋係盲人，愛還會很自卑，想說因為安用音，可是後來才發現是台喉嚨位唱秋嘅意思。他打翻沒有啊？沒有咩？頭中沒有懂事行嘅機啊！哦，係啦，是係我成日之間是會講解念追耶，念追一堂歌。追馬。嘴邊有一顆馬。應該韓生開始就唐武生啊，朋友就直接講，念追，我想說，要走去哪裡？要跑追去哪裡？跳碰嘅追啊！不過正經咧，正經喺度頭中沒有黑長嘅是，你很追子哦。因為正經假設當個衝係還有去台北完全蒙雲堂，係什麼追子？係蒙堂。那買個東西一個新的東西，三角追嗎？正經係啊，跟上幾個條啊，嚟剪就衝別人講。圓追。代表。這個往事哈，逝者已矣，不要再追溯過去。講下去哈，大家就提，你還嘛該死行用，你30年前落舊事，3000年前落舊事警告。我阿基賢，了嚟分享下，你下我用嘅好冇？有啊，衝啊！800公尺，500公尺，降落，有嘞，啊收到嘞。你講你咩模式行咧？因為降落啊，跟2-3年前了啊，有人過來啊，那時候這樣糖豆聽咩？過來有全部該，你的網速比較慢，你是 IE 吧？啊，慢點誒，全部10個啦，吼，又係個乜嘅妹鋪啊，像極了愛情啊，有冇？就有一部嘅啊，嘅 hashtag 像極了愛情嘛，韓國還有哦一朵呢，就衝，比如講衝加嘅啦，係啊，唔該講。我硬咩知道有得喺時行化吼，有得喺時行用，而叫佢嗰多轉來，有個流行而從頭擺唔係有乜嘅鄉土劇咯，幹嘛呢？幹嘛呢？都前一波有個時行轉來，連個演去感覺哦，我都不知道自己變成網紅。你自己咩唔啲哈？不過真嘅呢一片吼，老嘅後生時代最從頭接觸嘅應該係我們的偉如老師哈。啊，先生。比如講，像愛講嘅很解，就是很解嗨嘅意思啊。就是愛可能懂解嗨。就係呀，懂嗎？聽下啦。就係呀哈。另外就係小哥哥小姐姐拿錢找我。阿姨，我不想努力了。我是想拿拖鞋打你。哎呀，就是剛剛證明阿姨我不想努力了，對，阿姨我不想努力。讀多兩種啊，有錢嘅人哈，啊，像兩孩子之前有一個嘅免俗當紅嘅一個新嘅手稿，就講叫佢潛新嘅屋嘅，講漂屋嘅，如果但兩下帶到台中講啊，屋主係
房东阿姨嘛，就啊，木做阿姨我办福嘅，我因为我做事要调到台北，然後講冇關係，我台北咩有福嘅。啊，唔過我去信義區嗰片應該冇，我看一下，我冇，唔係冇關係，我等下就去買。阿姨，我不想努力了，我冇想我上網打邊拜託你，好冇？給阿英真來講下，聊下最近啊，談得到嘅4行花。其實你就跟他講到嘅啊，吼，我吃到啦，吼。冇錢的啦，冇錢的。買個 skirt 啊，哈，萬年不用啊，這樣係嘛？唔係啦，唔講我記得啊，有一個詞彙係一下後上運動則講嘅，按到乜嘅中二病係冇？跳擺啦，跳擺，就講下一下後上運啊，吼，規年就會上東上西，鬧到即個係影響啊，做嘅叫乜嘅？叫 TQ，就係我當然去介紹，唔講佢係日本來嘅，啊唔過一群咧各種神啊，吼，這個中二神啊，吼，各種1年神嘅後上嘅太咧，吼高變老咧，一下變成高中生咧，嗰度就有一個中二病的2.0版本，Plus 版本，高二病。高二病係乜嘅意思？即係講一下嘅高中生，而之後講老頭擺一條貴重生，咩就叫切架啦，吼一條行味當好燒，當下面子，而去燒嘅老頭擺嗰種行味，就按到高二病。啊，嗰種人就啲咧想講，嚇咪叫變老咧，會唔會有太二病？啥三二病？三二病？三二病？蹦二病？太偏了。唔知啦，啊唔過就一類嘢答案嘅啦，啊唔過還有一句啦，就很多乜嘅我不想輸，我不想輸，就是一下後上癮就懂好去拼命咩，哈，就是想要贏啊，認真你就輸了啦，我們從認真你就輸配咧，我想說認真你就輸了，我不想輸，認真你就輸啦，認真你就輸啦，唔就係乜嘅弄一拼，好啦，來對下係咪？認真，我要切咯。觀眾朋友們想下這個細漢家下都也下有談過那條4行花，等下來先來進行後上地客家歌，再來繼續老大家聽下來大嘴鼓了。歡迎來到後上地客家，唔定平常時會用到那條4行用語咧。今日老大家分享3隻老流行有相關到嘅客家了。第一隻4行。大家時代都有7個嘅4行用語。第二隻4行，一兩三副係一下親4行嘅樣式。第三隻流行，一天到咧長篇圖會太流行，請大家聽錯嘅接細數哦。你一下唔學會忙，後上地客家，你爭來了了。歡迎大家到咗嚟後上台上講嘅節目現場，因為上一台問過大家就講難忘的回憶。難堪的回憶，冇想起來嘅回憶，因為一講出來，大家就點叫聲啊！不過正經來看一下哈，先來問大家就講，你知道最代表嘅4行用，你最中意嘅4行花？以前先來看一下2021年家下有當4行嘅名錄花嘅流行用語，第一隻用反義來講是接觸的觸，很觸，那意思就講英文的 TRUE 嘛 ，true，你聲音動，真的，今天很愛用音誒 ，true，真假，真的，就係說在發文的時候發一個 true，接觸的 true，還有那個真的假的，真假，還有不可能吧，不可能，我到兩位還會主持後上台上3學3月還有上音嘛？不可能吧？還有什麼仲係要確定呢？要確哦，結果什麼都還沒確定，先確診。
芒果停机先写空。吗？我确过了，的确了，的确，没有，我没有那么晚出讲。不过两下半台再来讲一下，你自家最重要嘅四项位，好嘛？立中。好，我注意好讲嘅挑选美入讲是傻眼，汉看养虫嘅是傻爆眼，养虫哦，就傻爆眼。我记得挑选讲傻眼加3级，没做得心嘅词，因为讲嘛嘅，是大家拢爱抱怨嘅时间嘛，男朋友啊嘛，挑假啊嘛，朋友啊，马头假，痛情是所用的都非常的好用，它个没腿比较清晰，非常激动，不会有敷衍的感觉。有人爱真经非常有这个经验，因为爱挑假实习，很爱去台机参加主管会议，家庭会议不是那种，唔係唔條先嘅員工嘅主管，主要咧哦，係主管會議，就單槍主管都得參加嘅，啊，不過咧，我係新郎咧，我就聽啊傻眼，不過傻眼唔係第一擺聽，還有第二擺，大中國，你做嘅台灣參加嘅會議嗎？個傻爆，不會有第三次，他離職了，你就離台咧，做咧。就冇做誒，有冇有本人你傻爆眼的事情發生啊？給阿基賢來分享一下。其實我真件社會感應一種情緒的地步，像我你用迄講嘅喺客人世界啦，我講下你情緒，呀做共同呀氣氛同好嘅時間，我講呀同眾觀眾朋友啊，看呀喺上台上講，哎呦好笑哦，呀嘅氣氛好笑哦，比如他按用嘅種嘅感受嘅時間啊，就動作講呀激發啦，就係像我係用嘅腔啊，腔係咪動作講？唔過唔係客家話嘅動針都有動腔嘅腔哦。喺講一3年吼，林美就講係嗰啲腔的，腔的，對。啊，像我上次會講一啲，像我講一啲後生嘅事情啊，氣氛同會說啊，不好意思，我好腔，我怎麼那麼腔啦？對，哎呦，你腔那個意思就看米朱迪，朱迪啊，就腔。哎，來用腔講，嗰種上次那種比較發生乜事情啊，就先講腔一件事情，用嚟咧，因為我喺成本設計嘅聊台做得下，講怕喺個唔好笑嘅時間，係咪講哦好腔哦，好腔哦，不是腔的問題，是真的不好笑，真嘅唔好笑，大家認同哦，真嘅唔好笑，你的笑話部分真嘅都得哦，夠加油，下一拜不要再讓大家傻眼。阿燕真來講下，你自己最中意嘅4項法。其實我咪同好講你用嘅機傻眼，唔講我咪搭 P.R. 嘅通奏，就是傻眼。可以，而且霸總嗎？衝點係嘛嘅，衝點唔係樹哦，咩唔係人嘅木竹哦，唔係人嘅嘴，喺講睇過去有點圍堵傻眼。愛就你認真受盡，係咪上一本愛用平板縫啊多啲？唔是縫工人，是加蘇縫縫啊多啲。是100，100，100。1、2、3，Q1，1、2、3，傻眼。真係爽嘅，然後佢死嘅，白毛衣嚟啦，白毛衣嚟啦。還有一支啦，就係機器嚟家講嘅很笑，我咪同好講，係唔講係啊，自己會講講用啊，唔好講嚟，冇得講嚟，冇。冇錯，就一兩支其實係咩動作講，咩動中醫類去試用機啦，就是傻眼，還有啊，很chill啊，什麼動作？很chill，就是啊，很chill。冇什麼重要，主嘅部分冇重要。傻眼做嘟一下嘅，不過認真姐姐咪係做嘅，理科的。係勞動係但係會講緊你嘅療效係唔係哦？我有一支同厲害，本但佢係一種實行嘅用語，唔過亞下變成一種研究同真實嘅用語，我都科普，我都科普。哦，就賣咩鋪咧？呢種譜誒，科普，而且我知係科學家，佢係做研究嘅，啊，佢大概就會同人分享乜嘅 DNA 啊，唔曉得嘅乜嘅科學知識，佢就會講好了，我幫你科普一下，就是科學普及的意思。我本來老豆係乜嘅流行用語嘅，唔過亞下一種變成一種懂真實嘅，像有的會嘅雜誌啊，佢說幫大家科普一下，就會解釋一下哦，亞下嘅科學啊、科技啦，係乜嘅意思，即係講用當簡單嘅方式，本
迄俩只200个人，都会抵到那个口号的原理啊，跟用版演奏，做嘛该会太多暗的呢？为什么光会有3原色？你，做嘛印怎么按爱呢？要有可能老弟要有有啊，蒙牙记，蒙牙记做嘛？我蒙牙妹。我蒙牙个阿公阿婆。好了，不要再下去，等下是注重18推就降出来。唔过正经啊，讲到家就太家系太偏向系方言部分，唔过正经系时尚都条系 international 嘅时代，国际化。就像个好臭嘅，还没说好像很高级用哎。有吗？就是我不用哎。我已讲出来，英文英有关系。到了不应该先老太太先来分享记者系英文到2上面动西行动到后上英为用嘅一种词汇，那第一家系 CEO of， 你睇下到啲 CEO 係一家公司地部一個執行長，這種，但是到呢一下要講，你到一家兩個地部當專業嘅人，該講佢係 CEO of， 慢慢改用。哦 ，Engine is CEO of 北平。因為北平拗音啊，是按用音講。按哪個 CEO 好冇？北平拗音。真係郵票嘅 KOL 啊！还有听一种这种caught in 4K 就是被抓到 in 4K 就是4K 嘛，4K 画质，这种你来唔睇啦，那种人家有緊急啦，懂清楚，你還想嚟睇，冇可能嘅事情。哦，比如講，機器人錯本人捉到老 pace 嘅時啊，冇嘢要飛，哦，佢還想嚟拍攝，你 caught in 4K， 你冇可能，本人翕到咧。那頭先冇出本人看到誒，擦槍的喂，擦乾淨一點。第三種就係 NPC， 我知道你係教有些人會聽到，因為 NPC 係乜嘅，你唔去激發，佢就會回答機天天，唔會回答其他機。直男病。那我有槍啦，唔過就係講你們給完全所有嘅回答，你覺得今日有好什麼？做得啦，哦，咁你想來做得啦，咁就完全冇自家注意嘅人，佢冇存在感嘅人，啊，每件物嘅佢完全就從頭到尾嘅答案都共用，哦，所以基本上係分享啦3張。陳比爾做係 NPC， 你做咩應該是閒置村民，你係閒置村民。跟到我們有些人也這樣會啲嘛。阿比倫老太分享下嘅英文方面嘅，我家有講到我冇乜喜歡流行用語，唔過家看始終講到啊，講到安尼流行用語講英文彈起來一個級，嗰種係識㗎，佢要喜歡嘅 YOLO YOLO 係乜嘅縮寫唔掂啊？係 You only live once 嘅縮寫。聯動叫，香台連結叫嘅 You only live once。剛有人說 You only live once， 冇人講，所以講你要先發做動下，因為有可能香港人做唔掂起來，可能有出也冇出，出神嗰時候你上到乜嘅事情，做一停你自己去做。從來之前啊，我去個企鵝嗰度環島，跟唔到嘅時候有可能就冇按你鐵力可以做啊。嗰時候有動到事情，你做上到去行通當做的。冇錯，像阿燕就盲人就50歲，你下唔關鍵來做掉事情，真勁咧，就冇機會嘅。有啲事情我下起來，下到唔係下起來天天，我一做呢，阿燕就盲人就做咩做動獎嘅呢？等一下睇這個模板嘅前景，我記得辦咯。冇影響唔阿雷來老太家分享一下好冇？當到都唔係會送嘅塑膠嘅樹鴨，嘅塑膠樹鴨有啲當會寫嘅 WWJD， 我喺對嘅外國嘅印度人嘅樹鴨同上面看到嘅WWJD 你哋有乜嘅意思嘛？哦 no，What will Jesus do？ 就係你點用辦做嘅決定嘅時間，你就在想，你係上帝，你會用嚟做。那做了幾發動後呢 ？What will Jesus do？ 唔過，我唔係上帝，我咩唔知上帝會用乜？我當上唔講，我生意係忙做個錢，但我唔會做錢㗎，我當好人講，上帝佢可能會用白錢做。我哋係懂正面意思講，就是講你遇到事情有困難㗎嚇，唔點用白錢決定㗎嚇嚇，你做得對你自己嘅信仰，冇聽說有人係信基督教，有人係信佛教，冇相關，有你自己嘅信仰，也係講你自己嘅
去给他想办法。结果，你自己先沉淀下来，听听歌后，可能就会请到去给他眼神的方向，给阿 V 的，然后他给他分享，也是跟高中生混在一起，应该有非常多的英语，然后他给他分享。应該啦，英文就會酷嘅意思就會應付人嘅話，有新的解釋咧。對，就會另外嘅 I got you， 我没有干酒，就會愛弟咧，蘇州嘛，佢會按咧。 I got you， 因為人要他有麥，兩個你有愛這個沒生氣。另外有一個係唔記得，係有就 hell yeah 就係就係運動歡喜拿到錢，還有就係講有什麼愛讓你出去約會，就係 hell yeah。好呀。佢最接重用嘅，一定係最尾一集 Hell yeah， 係啊 ，7好上嘅啦，唔講嘅。 ，hell yeah。有冇？另外係有一集，降落。我操！我覺得向天嘅字。咩 ？What's up man？What's up？大姐夫嘅意思。唔應該講。我知道。因為陳皮認真動強。你係 NPC 呢？What's up？ 好嘞。I got you。酷，OK， 酷，又做酷，好，謝謝。西蒙，好，謝謝哈。唔過，前幾日大家做啲想一下，你哋平常時內容是會用到呢啲詞彙咧，呢啲流行用語，對你來講，對人嘅人生來講，有乜嘅意義咧？等下再來繼續，讓大家聽下來，大家再估了。你還要講誒，根本想唔到嘅觀點係乜嘅哦？像怎麼知美係乜嘅意思？大家有聽過嗎？知美，那個叫做知美。對，知美，把妹，怎麼？還有跟剛剛講到 SKG， 中馬生日快樂要叫 SKG， 觀點係乜嘅？因為送不出 SK2。係啊，完全冇觀點。歡迎大家多咗嚟後生睇上個節目現場嗬，你上一段是問到大家講這個最重要嘅時行化，韓國咧又包含到外文嘅時行化。唔過真嘅人哋咧都有時行化過後，唔係大眾都真嘅會了解到嘅用意。就算你了解，到呢下你從頭行嘅想唔嘅，做乜解會有人按嚟用，那就冇想會按嚟用，很奇怪呢，阿認真。希望真係講你很奇怪。同態嚟嘅奇怪，唔假事情唔會冇講認真動講。我跟你說，你講話會繼續按你提突。對，一段都威脅。這是怎樣情緒勒索你？情勒。好啦，我來同大家來科普一下，有啲嘅流行詞邊啊，啲同學去講，奇怪佢到底係用辦來嘅，一個歷史係用嘅下嘅，有一個人都咩鋪，家下機人嚟要講到嘅咩鋪，係啊，下嘅細妹嗬，同唔同咗咩鋪，後來我去查了一下，其實來自下嘅周興哲有一條歌嘅，我都怎麼了，底部就唱到。每一步，念到卡夾，每一步呀，就是差唔多。你記得條嘅，客家話咩動唱？咪鋪，你冇夠唱誒，你阿冇卡，可能有人做壞事，你冇夠唱。韓國其實係做壞事嗰種心情，其實就係酷嘅意思。那就上毛啊，我叫就叫出來啊，那個咩鋪都係醫生鋪那個醫院啊，還有同片啊，做係咩鋪咧，係有啲字邊係咩冇辦法理解。有一擺咧，我喺讀到嘅小朋友邊係行開後生嘅太學生啊，嗬，這個動後生啊，動長春啊，我係咗訪問佢啊，訪問到唔但唱安用，唔知道安用辦回答嘅時間，好，佢就兩姊妹又就跟你，哦係哦，哎呦歪喲，好似傻耶，賣骨頭壓到邊，佢突然間就哦歪喲，同下觀眾真係喺傻眼懵，喺懂定一下，唔講係冇辦法接受就講，比阻止你還卡定一下，我係認真嘅嫉妒。古種係動腦彎腰一陣詞彙，係唔過頭前講到嚇，係嗰種太氣架現在講嘅。
唔过有条的字味吼，佢本身生出来、讲出来，我就冇办法理解。就像亚航那种路上啊，永远走上面的哈，生快，生快，往生快。喂，我们就就凶猛，就话生日快乐，大师有安南嘿，啊你听说会祝你生快嘿，啊跟 V 轮哈，我要祝你什么寿比南山的时候就说寿山，我要祝你福如东海，福东，意思还还讲汉版啊，一同一周上去给时间，笨蛋会包3600后嘞，我直接包36好了，还要包12000，我直接包120可以吗？那这还是凶猛，这为什么要简写啊？懂我神音哎，因为你祝福你呢。有上次做风影还要简写，还要考个干字。嘿啊，台北车站简称北车。还有那个你要请节哀，RIP，不可以好好把这个请节哀的心情写完吗 ？Rest in peace，对不对？如果又相信就读到那种缩略语又太缩的时候，就3个字你还要说，对，几加10你还要说。你看阿 V 伦，这个魔法都接说，一开始就讲你魔法都叫做话音咩？係冇唔錯，我要當而家最近同我講到話音，有啲話音會有一些關聯咩？我要講嘅，根本想唔到嘅關聯係乜嘅哦？像怎麼知妹係乜嘅意思？大家有聽過嗎？知妹，那个叫做知妹，對，知妹，把妹，怎麼？還有剛剛講到 SKG， 中馬生日快樂要叫 SKG， 關聯係乜嘅？因為送不出 SK2。係啊，完全冇關聯哈。生快樂嘛，生快樂 SKG， 哦，日不重要就對了。對，係。嗰個藝設計係有一種哦，係嗰種有嗰種話音有關聯嘅一堂主題，比如講與女無關，落一個與女無關，係老唔無關，係與你無關，係有唱，對，係有唱當潮歌啊，誇張，你好誇張哦，誇張啊，係有唱，唔講人家不肯，人家生氣氣，還有可愛，做乜？係人家要寫 OK。要貴司好本講，要發音好本講，你做乜唔好好講翻呢？做乜要用很奇怪嘅詞？你他對你，國文老師做嘅叫字哦。佢唔單止國文老師會叫字，夾妹會叫字，夾婆會叫字，啱順用變咗按呢。係啊，誇張。我會繼續，我繼續唔下嘅，唔過真嘅啦，嘅阿 V 我意思要講唔錯。阿 V 來教大家講下，即個魔法圖集，即係講知道其他有那個詞彙，留大家分享一下好。像有一擺，我嘅後生嘅看我做sản婦，懂真實，哦，可能有皮鞋啊，還有乜嘅，唔過我把一個運動風嘅卡棒，啊，比如講，你愛用什麼嘅看到，會知道。很解，但是马该黑很解，就是很解嗨嘅意思。model 但因為佢做到，你看，人就做得動電線，來就 model 大嘅卡邦。我托神就會係，作神唔會係，我托神就會係。你做對老學生嚟講，沒關係，我靠的是裡面。更怪吧？不行吧？那個好想要一個急啦，我靠的是內在。我說我靠的係內在，性關注，然後講內發啦，有才華，有才情，係嘛？所以我就買一個公事包皮的，結果味道都更解嗨。以為你是來賣保險的。走的，沒關係啦。我們今天有那個在2次元的小友嘛 ，NPC， 對，他給你講法講愛上到誒。唔過講真嘅，你喺從細到大哈，真嘅哈，有用過一種嘅新嘅那種次世代的文字，很多火星文、火星文，好老哦！天哪！你講出來就啲眼裡跟顏色啦。啊，以前老太家寫給佢，嘛教人到火星文，你即個會用到火星文。我知道講從火星文頭擺會用，韓國因為佢做頭擺嘅流行嘅開始，有冇？因為亞下因為頭擺呢有什麼賴貼圖啦，一堆乜嘅表情符號模啊，頭擺你就會用一條文字，文字之後係唔拉。
啊，因为文师大所以就说看到会赏银表情，那假到会像乜个2个等于啊，有冇？嘿，也係假一隻等於一隻括號啊，就是個你講嘅米社會嗰啲符號嘛，係因為嗱像講像頭擺啱唔掂，有講到嘛 MSN 啲時間會用到嘛，像用什麼嘅表情符號啊，係嘛？個再落嚟就會發現講，其實你用嘅係咪用到最極致哦？用到最極致係乜嘢？係個 PTT 當紅嘅個鄉民啊，個鄉民吼，嗰時用都是淋漓盡致啊，佢係會係會搞到嘛 OR 字咩對嘅未來嘅，嗰種晚上發現咗錯啦，頭擺佢哋嘅最流行啲嘅俾空起來嘅，啊將佢是將帶出嚟，像也有咩某區嘅平台賴貼圖啦，也係講一條表情符號，將佢是都適用嘅。真嘅，感謝之前老太家科普，講出嚟，你幾台過去幾條都唔得講嘅年代嚇，都唔得講出來本身都係舊式咧，都係幾舊式。那看 MSN 啊、即時通啊，該攏是真因為有當到嘅嘛個886來當貨色，真係當到應用。哎呦，咁嗆聲娃娃咧哦，還得叮咚叮咚，我都不知道，我都唔知。便宜。阿 Louis 來講一下好冇？我就出咗嘅貨神文，唔係貨神文，我都貨神文詩，因為佢唔係用講嘅啊，佢係用寫嘅。古種因為講佢唔係流行用語，係唔按流行文詩，應該係流行文詩。不過我試看啊，如何破了你就買啲乃迪，你好破，我好破爛，如何破了，我好破爛，你好破爛，我的意思是我好漂亮。佢喺大禮拜安普條拜5哦，安普條去19到最名哦，我好破爛，你來給他。咩啊？你發就會講本人啲嘅啊，下了掉就是有上司就會唔啲會乜嘅意思，就是我就出了貨神人。我知道佢咩看唔順，你係乜嘅意思？貨神人當然講唔得，天橋人發明咧。我講真嘅，家義講係當初一點就講，要對貨神文啊，你都念誦神法，你根本不會這樣子講話，根本就唔係按你講法。像你剛剛講到流行用語啊，甚至你都念誦神法用嘛，就傻眼，你講你怎麼講如何破了？886，你看講出來，都奇怪呢，跟用大師的時間做的，不過假使講出來，那種用笑笑，乖乖地上癮，去陳偉如嘅嘛。你上直播呀，像誒就會講有愛呢，有愛呢，係乜有愛呢，我愛你，是在告白嗎？曖昧嘅感覺。哦，好，謝謝。果然是火星的。氣突我。真嘅啦，你容易試到那種火相文，對你來講有乜嘅意義？我試到其實係時代嘅目擊時代嘅眼淚，因為我其實唔會創下用嘅火星文，對我來講，我創下會用嘅係數字，嘛嘅886、520，嘛嘅881、131、520，好天啊！係啊，是會創下用到按用嘅詞。古種我一個年0857啊0857係咪？好了，謝謝，可以卡了，對。好，我真嘅啦，我聽到時代來改變嘛，講唔單講時代嘅進步，社會嘅進步，連那個西行話，連你講嘅話嘛係進步，聽到那個語法啦、文化，見到見進步家下，一定為咗新嘅流行用語來出現。唔過咧，流行用語見來見推陳出新家下，聽到時代，我用解釋嚟，等下就來繼續留大家傾下來打在鼓了。像還有一位朋友叫媽媽啦，哈，就懂好歐弄你，哈，啊有一擺咧，佢就嘮叨講，啊不就好棒棒，哈，要在自己喺歐弄你嘅，哎呦，有人同佢聽書做嘛，其實就，哎呦，啊不就好棒棒啦，幾準啊，我小姐同佢整查，哎呦，啊不就好棒棒。歡迎大家到咗嚟《後生
台上观节目现场，今日讲了当多嘅时行法嘛，对你细细家下讲到你台湾的，你下是新生代，哦，你下2000年过后。然後就太學生嘅，千禧世代，千禧世代嘅年都在永遠那一度發過係，唔過千禧世代還會有下一個10年，還有聽一隻10年，又有第3個、第4隻，然後他今年出世過20年過後就夾到嘅時代，唔會想過假使多時節，誒睇唔是記得講嘅咧就流行語言。啊，完全睇唔成，咩唔清楚，想唔記家下，哇，聽唔到時代，我本人淘汰睇，不如按樣受理，一講當心者馬應者。完全唔會，你看啊，路過年年啊，就做得哦，下到書本風啊，記錄下來。啊，叫樣是記到嘅流行語。嘿，冇錯，流行語，50年過後，下架嘅課本地位就會出現應徵動家。冇錯，跟高友鋪跟思講底部就會有一個飲針豆漿哈，解釋就是飲針很漂亮，形容一位美女。好，謝謝。有可能啊，嗰種係完全唔可以見種按你嘅思想啦。我如上上面做啲加油按你無腔用嘅流行詞語，提到講對方嘅配件，比如講佢帶到哪位啊，頭中苗嘅人啊，行講哪度位嘅人啊，行講佢嘅年齡層啦。我有一個重點就係講，大家要互相去溝通，去認識無腔用嘅流行語，無腔嘅腔調，無腔嘅語言，無腔嘅講法方式，冇有可能就會有啲小口出現。像係有一位朋友嘅媽媽啦，嗬，就同佢懊惱你。啊有一擺咧，佢就嘮叨講，阿不就好棒棒，一隻字啲，係以懊惱你嘅。哎呦，有人同佢聽書做嘛，其實就，哎呦，阿不就好棒棒啦。跟準啊，我小姐同佢整茶，哎呦，阿不就好棒棒。來嗰時就倒茶是燒面，嘅阿妹同佢懊惱按自己高響無論點。嗱，那一個後來佢都唔了，佢就同佢媽媽講，那個阿不就好棒棒，其實係考試人嘅意思。佢說怎麼會？我以為好棒棒就是形容別人很棒誒。嗰種他是講啲都了解佢背後嘅意思啦。其實阿不就好棒棒，就係你下方面接仲會按你講，阿唔就很會，很嗲講哦，很嗲哦，所以兩個意思啊。不過你冇講呢，大白一看到有人做得當好，你就哎呦很嗲哦，兩皮不一大戲。真嘅會不一大，不過上下因為那種係師徒之間的一種交流，我知道咩算係一種好嘅方式，因為佢冇講出來，佢冇去老人講，當然佢後來佢咪唔可以啲嘅真嘅用法去嘛解嘛，佢問那老人哦。唔同腔，你下不就好棒棒哦！你真嘅有嘢會唔會下去？等下阿美倫來講下好冇？對於呢種時行法，見來見推陳出新嘅。這個咩唔會走心啊！老認真咩有一啲強，最近知道。你沒有飲針豆漿這個詞可以放在。飲針豆漿係推的有發現嗎？飲針豆漿，公開力量。冇啦，嚟講，知道你演出一種工具咩？但係佢唔可以一條流行法啊。分兩個一隻意思做來講，做對目的就係表達一天嘅意思啊。啊，就分兩個一隻法來講來表達，安尼做得咧。還有兩個一部分係因為佢其實流行法變係當腳。3年前咧，流行法變咗一下，可能太監咩唔掂，古上用演就用唔到，古上係知道唔是走心，反正一下就變態咧。係啊，見講以後田講一就冇朋友，飲針豆漿，從來就變到飲針同濟。哎呦，唔知架聲呢度，肯定佢本人順嘅課本地位喺 Nike 嗌就唔同。我注意下。唔過真嘅嚟講，家講到阿 William 講到咗，因為當日最邊唔好搶頭牌，可能係一隻時代，可能佢3年5年當場用嘅詞彙，我們才會886可以用那麼久。哇！如果到呢下可能1-2年過後，當然就有新的詞彙嘛。阿李榮來講下，你對你來講，遲到呢種流行會對你來講會心焦冇？聽到時代咧？唔會嘅，我遲到我唔會當好去對口嘅時代嘅尖端，唔會用嚟用。因為被人家刺死。是慢慢的尖端乃至於末梢神經的另一端，我是李四端。馬該你傻眼。OK， 好啦，即係
因为我是都俩东，我讲什么？一人都强。天道西台，假是天道用干啥？天道用干啥？天道，我是等一下再提示一下。要讲什么啦？就来讲啦，你其实我起头也是有一种想法，是讲，底那个西台，唔系打声音最听到那个西台行嘛，像我们这种每天在空头不卡读摸走些概念，但是唔是当然去考那个流行容易啊。可是如果我是那个国小老师，声音讲嘛该老师啊，你都听不懂我在讲什么，咩谱？系嘛个意思系么？我看自家嘅方言，啲唔都系做嘛嘅事情，可能系學校嘅線上啊，我老師朋友啊，強校咧交流嘅，某時媒體業就聽我地了就來地師，不過從愛一個細佬愛強咗水台嘅人嘅相處，是冇嘛嘅會用到該就該吃，喊你做在食飽水飽是好咧啊。很解，你竟然攻击很简，他的人生的目标也很简短诶，应该是甩包又写包，你在又强了，你那个动将诶，系冇，唔是看的风啦，咱当然也那个动将，冇錯。好啦，阿基健来讲下，对你来讲咧都四行花，对你来讲有乜嘅意義冇？係講唔知道。冇要緊啊，我冇講咩唔會事，冇政策。知道應該係按用講啦，大概師推有大概師推幾多次嘅流行用語，韓國嘅流行就係因為啲基隆市發生乜嘅事情，比較像剛才應徵講嘅咩歪腰啊，就係基隆市咩咁嘅歪腰油桶，風采類嘅事件嘛，啲油桶嘛，基隆市嘅你講油桶擺出嚟，爭好多歪腰油桶啊，油桶花，你嘅油桶當我變一隻法變油桶花，用做得啦，啊，即係大概師推有次嘅流行用語，嗰種唔是講可以去對求講，我講行到嘅師推嘅最前面啊，我所講一種就係講嘅後生人用嘅，會停定去學習，就係講跟着效仿。有一件乜嘅事情，哇！藝術上嘅去做嘅事情，流行嘅嘛，嘅香港嘅朋友就停停做。偏鋒嘅感覺。因為你頭擺咩去經歷過去搶存嘅世界啦。雖然講一下吼，係很多搶存青春小鳥一群永遠不回來，係嘛係安用聽嘛？比這有戲嘅啦。嗰種嗰種咁多種嚟，就係講到講大概師推就大概師推記到本來應該有嘅流行用語，所以講報紙都捱一下，報紙捱頭擺流行用語，你捱講出嚟嘅時間，睇下就係講哦，你做7、8年前嘛，睇下就會有一個共同嘅語言嚟說，報紙按用咩動好啊，本睇下哋講，你做啲乜嘅師推那種神法嘅語言，係錯。真嘅，像我就前一波嘅真嘅我嘅。IG 嘅有嘅其他嘅網友，就是他發一個分享文章，講比如講處女座嘅人會用版，他就寫個處，我說接觸的處，我說乜個意思？那真正談看唔先呢，還有咧真正嘅其他嘅 Q&A 細節，真正會有那個詞彙 TRU，就是它是用諧音嘛 TRU， 真的真正係安用心，所以你假使看到配上嘅細節，你自家要看到哦，原來呢下當因為用呢個詞彙代表記得嘅心情嘛，所以觀眾朋友其實嘛唔是嘅，其實呢個流行用語代表係一隻時代、一隻年代、一隻時代，記得先講到用版現象，記係用版現思考、用版現思維，韓國呢個時代嘅用生活態度，但係時代但係詞彙。個人見性過後，嘛代表呢個社會見來見進步了。記得咯，下禮拜強咗時間，我繼續來收看後生太上宮，要發太假歌，拜拜。第大個時代呢，是為有該隻時代嘅流行用語，也嘛代表該一隻時代嘅特殊文化。韓國改良是後生應該生活清潔，而你係要保持開放嘅態度，從頭老母強年歲嘅朋友相互交流，你咪有機會做得發現，喺那度新奇有聲音嘅新知識咯。